受到这个风尘风台外围环流啊，甲东北季风强波效应的影响，规个北台湾对昨开始暗时啊，你就看到拢是落大雨的情形，到早起就发现了淹水的状况了。来看桃园市大园甲观音，这个路面淹水啊，到一个成年人的骹头附近，附近的民众根本就无法度反应，还有上班通勤的驾驶拢受到这个大雨的影响。 土石的水一直在流，已经淹到大人的脚头骨，连行路拢有困难。受到风尘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加上甲东北季风的强伴效应，这两天北台湾拢在落大雨。伫咧桃园大园仔的保心里，因为地形较低，造成严重的淹水，民众要行拢真困难，水嘛淹到厝里的仓库，袂赴用沙包来挡。附近大园仔的工业区，时间的雨棚仔内底嘛会当看到淹水的状况。 水淹了伤紧，民众赶要出门上班，不过伫咧工业区的交通干道，嘛有驾驶因为水在意外受到影响。就是要上来的时候，那边排水有水坑，还在等救援过来，可能救援今天很忙。驾驶表示，伫咧上班的路里经过这个暗坑，若排水坑的周围塌掉咧，变做水窟啊！一个无注意，车掉伫咧内底，地势头前的车牌啊落去，等待道路救援的时间超过1点钟。 镜头来到边仔的观音区，新生路甲五福三街路口，当咧做中卫施工。不过早起瞬间的大雨，互工地边仔的街仔路做大水，一切拢互附近的民众袂赴欢迎。我在里面站起来，看到外面什么淹大水，我才喊人啦、喊人赶快啊！那有的人都去上班了啦，有一些东西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搬啦。 水利署已经针对桃园的大园仔、观音甲路德发布二级淹水的警戒，大雨也搁在落，提醒民众就要加注意家己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